救救我呀，姐姐！姐姐，你打我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昨天晚上齐胜到你宫中，不久之后，传来你的一声尖叫，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。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家暴可以忍一时，但不可以忍一世啊！谁说我被家暴了？谁说我被家暴了啊？这三天不拿，你是上房揭瓦呀你？啊？叫声不多不少，不深不浅，恰好就是那种明明极其痛苦，却忍住不敢叫出声。